三国志卷61吴书16。潘俊陆凯传。潘俊字成名，武陵汉寿人也。弱冠从宋仲子受学，年未3。荆州牧刘表辟魏部江夏从事，时沙县长臧会不修郡暗杀之，离郡镇腊。后为乡乡令，至甚有名。刘备领荆州，以郡尉。至中从事，被人属刘典州事。孙权杀关羽，景荆土，拜郡府军中郎将，授以兵。迁奋威将军，封长千亭侯。权称尊号，拜魏少府。晋封浏阳侯，迁太常。武西蛮夷叛乱盘结，权驾郡节都诸军讨之。信赏必行，法不可干，斩首获生，盖以万数，自是郡蛮衰弱，一方宁静。先是郡与陆逊居住武昌，共长刘氏，还复故。时效侍旅。还是那个手机的记忆体的不够呢，速度很慢呢，会停顿呢。亦操弄威柄，奏按丞相顾雍、左将军朱据等皆渐进止。反应慢了。变这样了。黄门。九曰君与晋之也。弘谓曰波。怎么变这样了？太常常切齿于君，但道远无因耳。今日待故宫，恐明日便及君。变这样了。咦。
报记簿。